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8公司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晚高雄阿伦军用卡车弄到一对83岁老翁某，造成一死一伤。今仔透早台南麻豆一对骑乌托邦的母仔嘛互弄死。台中大理透早民众伫街头黑白讲车，佮举刀啊堵伤民众，受害者佮嫌犯无熟悉，嫌犯嘛已经互移送法办。美国总统川普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嘛已经增派航空母舰去中东。以色列透早又搁发动攻击。来看昨透早6点外，高雄阿伦的连山二路甲英园路口发生一件死亡车祸。一个30岁姓林的士官驶的军用卡车要正弯的时，无让乌托邦先过哦，去弄到一对83岁老翁某，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17透早6点半，这台军用卡车驶伫阿伦的连山2路来到路口，准备要正过的时阵，因为无让直行乌托邦先过，军用卡车甲乌托邦相撞，致使骑乌托邦这对83岁老翁仔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受伤的是姓陈的查甫人，目前无生命危险。当地民众讲，这条路平时的车流量真济，附近阁有砖头，出入的人车未少。虽然路口无大，不过伊认为设计无问题。应该无啥问题啊。我细汉伫遮啊，所以拢同款啊。我若出代志应该无小心的啊。应该是无小心的啦。下来之后，我老公说：“哎，好像很多警察在下面，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救护车啊。”警察说：“你不能看啊，因为就是很多血啊，就这样而已啊。”对。这边会很常出车祸吗？还好呢。警方表示，赛车是30岁姓林的中士，甲骑乌托邦姓陈的查甫人拢无食酒，因为风采姓黄的查甫人当场死亡。目前姓林的士官因为涉嫌过失致死，已经向移送桥头地检署继续侦办。初步研判是林男驾驶军用大卡车右转时未礼让直行机车，致发生事故。详细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后续分析厘清。阿伦事故已经是4天来第2件军用卡车意外，就是伫屏东有一台陆军的卡车甲乌托邦对撞，造成骑车的查甫人死亡。这摆是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军用卡车出代志，到底是军用卡车辅助行车安全的设备需要加强，也是士兵需要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空军司令部表示，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持续加强官兵的赛车安全教育甲防卫驾驶观念。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永昌报道。来看台南的麻豆嘛发生死亡车祸，今仔透早5点外，一台黑色轿车去弄到一对骑乌托邦的妈妈甲查囝，2个人当场就被喘气，送病院嘛救无回来。车祸的原因，警方搁会调查。规个涂骹拢碎片，车祸现场自惨惨，阁有2个人倒伫咧车路顶悬。18透早5点外，麻豆一台乌托邦小载，骑经过新生北路要直行，煞去互一台黑色的车撞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2个女性拢已经被喘气，嘛无心跳，送去病院救无回来。是撞击声音很大，我在里面听到撞击声音很大。就是有一个女的，她就是躺在那个马路中间这样子。这出车祸是啥个出？嘛拢死人嘛过来啊！车祸过身去的、弄死的，可能有4、5个有啊啦。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有2名民众倒卧在路中，发现他属于乌卡。骑乌托邦所在2个人是一对母仔囝，54岁姓沈的查某人，在因85岁老母出门，若像是要去做菜，才发生车祸。警方表示，这个路口的青红灯无共款，伊伫暗时10点到加灯工早起6点是黄灯甲红灯会熄咧，可能是因为双方拢无注意，才会发生车祸。双方于闪光号志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驾驶及后座乘客2人伤重命危。本媒局将持续调阅路口监视器及行车记录画面，以厘清车祸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赛车的驾驶是49岁姓康的查甫人，伊人无受伤，嘛无食酒。若骑乌托邦的这对母仔囝嘛拢有戴安全帽。到底是安怎会发生车祸？目前警方也搁咧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大理区，今仔透早有一个42岁姓陈的查甫人伫街头黑白讲车，佮举刀啊堵伤民众。警方接到报案，嘛去嫌犯的厝里抓人。车主甲受伤的人是拢讲，因甲这个嫌犯无熟悉这个嫌犯嘛已经互警方移送法办。
监视器翕到42岁姓陈的查甫人伫路边行来行去，雄雄沿边仔点头的驾驶桶讲车，佮随行去附近超商出手攻击69岁姓苏的查甫人。警方接到通报，赶去现场。怎么了，先生？进来说他耳朵好像很受伤。真少的啊，我买100分行我也过年无甲拍。门口啊，我就看到了中年男子，全身都是血，站在阶梯前面。18半暝晚3点的时，台中市大理区益民路发生随机攻击事件。目击者讲，姓陈的查甫人若像食酒了后去攻人的车，佮举一支1公分长的刀仔攻击姓苏的民众，造成伊倒边的耳仔、脚趾片拢着伤，刀仔佮插伫伊的身躯顶。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半点钟内随去姓陈查甫人因兜家掠起来，苏当时伊的精神状况真歹。蹲着，蹲下。我那不要压我会痛啊。蹲下。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无伤害人或者是毒品的前科，不过身躯有酒味。伊便讲，迄当时假是有人要甲攻击，才会去讲车伤害人。记者互讲甲冒气，车主强调无熟悉姓陈的嫌犯。我们根本就也不认识啊。通知说，是我们车被砸了。在大理区住家将陈姓嫌疑人查缉到案，全案尚在调查厘清中。警讯后，将依法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专案照毁损甲伤害罪嫌疑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检察官指示先甲嫌犯送去南投草屯疗养院强制就医。受伤的姓苏查甫人送病院，甲刀仔摕起来了后，脚趾片有真大的空喙，也伤到肺部。手术了后送家访病房观察，无生命危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警政署提悬将警路鼓励民众检举车手，才个月才将警路都拢发了了。最近伫台北市的内湖，有民众接到 NCC 的电话，讲伊的手机涉诈骗犯罪，就爱进行司法的侦办。结果发现讲，这嘛是诈骗的手法咯。伊嘛甲警方合作抓到车手。警方广告银行坐伫查某人身躯边一直苦劝，因为伊涉及诈骗的款头。检查长是什么东西？他就是假检警。30多岁被害者着急领80万，原来伊接到 NCC 的电话，被恐吓手机问号，牵涉诈欺犯罪，爱领出户头内底钱交予司法调查。毋过为起初的 NCC 到了后的检察官助理，拢是诈骗的套路。该名于赖上有一自称检察长之男子有密切的通讯，远景向该名说明此为典型的诈骗手法。毋若是可能当诈骗，关键也探顺路时阵，掠到领钱的车手。你是不是来台湾工作？来台湾做这个领钱的工作？ ATM 头前鬼鬼祟祟，这马来西亚的查某人，敢若20多岁，涉嫌超过诈骗集团，用员工的名义来台湾，说是领钱赚commission，即摆当场被掌到。该嫌透过 Facebook 接触诈款来台提领赃款，持有6张本国提款卡及大量现金，均无法交代来源。警方掠车手除了主动发现，要真济时阵是靠被害者配合，调出车手面交。多个查甫人受骗假投资3个月损失400多万，协助掠车手。毋过嫌犯被掠了后，讲是单纯的套路，唔知影。被害人将现金交付给车手时，遂上前进行压制。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地检署侦办。警方进行推动专案，提悬检举奖金，鼓励检举车手。毋过上路1个半月，奖金已经发完，即马回归一般流程。毋过无论是毋是有这项计划，若是被害者身份协助警方掠车手，以上北市做例，拢无发奖金。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台南食毒洗车案件，逐档增加，有市员伫质询的时阵就表讲，警方用的毒品快台试剂已经过期8个月了，嘛质疑讲这恐惊影响到执法的效果。也毋过警察局嘛表示讲，过期的快台因会来回收，卖来加强管控。外口刑事警察大队围起来，甲门弄开，就是要抓贩毒集团。立正淡市警察局才拄抓到重大毒品案件，就得国开肯定。毋过淡市议员林启竹咧质询时，煞标出这阵警察局咧使用的毒品快台试剂，竟然是过期8个月。个过去近8个月，市长，你敢有要看一下？看咱的试剂会当超过8个月？不行。但是食毒洗车案件，逐档咧增加，去年也搁创下新高的纪录。尤其这阵新型毒品多元化，像松西烟弹这类毒品，嘛有人食毒洗车发生真侪车祸事故。议员批想，若用过期的试剂，
惊影响执法的效率。我们台南市的刑大很鬼扯，鬼扯到怎样？昨天对媒体访问，就媒体访问他，他回复就是说都没有半支试剂过期。你们同仁给我的呢，怎么会有过期？然后我了解的是每个分局几乎都有好几百支，到现在你刑大你自己的。刑大里面，我跟你要的试剂，你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给我，你到底是怎样？台南市警察局刑大是瘫痪了吗？明台指出，要抓假毒赛车、凭啉酒赛车更加困难，主要因为我都虽严重，就算驾驶量考期，嘛已经过2礼拜送药去检验。伊建议中央通赶紧推动毒品快贷法制法，让基层警察通有法院通执行。警察局回应，过期的快贷汽车未给使用，日后会回收。本局将持续要求各单位加强管控试剂使用期限，针对逾期试剂落实销毁。议员建议通参考外国引进口腔液快贷器，通马上判断敢有食毒，嘛要求警察局全面盘点现有的快贷汽车效期，防止赛车食毒的案件继续恶化。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桃园市一间科技大学，长一个学生那是因为不满宿舍的管理员开房间的门，所以就动手去拍人，造成管理员手骨锯去学方是表示讲，是因为这学生的爸爸找无囡仔，拜托学校去找人，管理员才会去开房间的门。这个受害管理员嘛已经提告，警方嘛照伤害罪嫌，甲这学生上班。我有缴费，我有缴费。讲话大细声，这个查甫大学生用卡踢几多遍，出手攻击社干，造成对方就半骨断气，胸腔挫伤。学生拢讲暴力行为就是唔对。射监是看在找人而已，对吧？没有必要动手。不行吧？就是不动手就不动手啊，就好好讲就好。就是暴力的行为就是不对啦。学校发声明过讲，这件查甫大学生伤人的事件，主要是这个姓洪的学生几多天无登去宿舍。也联络袂到人，学校的人员因为安全考虑，去个帮警察。学生敢若是不满宿舍管理作业停书，情绪失去控制，起下动手拍人，被警方带登去侦办。因那受伤的管理员也去病院验伤，完成验伤加笔录。洪姓学生疑似对舍监管理方式不满，而攻击舍监简男，致使简男手腕骨折及胸口挫伤。警方当场逮捕洪姓学生。这件校园暴力事件，警方到场了，当场逮捕拍人的学生。事后依照伤害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学校也严正谴责任何暴力行为，依照校规启动相关的奖励停职停书，会继续强化学校的安全管理。来看少年事件处理法，行政甲辅导就爱先做的办法已经实施2档了。也毋过，去年青少年刑案的嫌疑人是有47000多人，这嘛是史上上侪。其中上侪是诈骗集团的车手，也是讲提供零头考照。你欢迎今仔就邀请相关的部会来做报告。街路2个查甫人往那行往那开讲，便衣警察抓准时间，总算抓到诈骗集团的车手。109年到113年之间，少年犯罪是诈欺、窃盗、一般伤害、性交威胁、妨害秩序甲毒品为主。尤其是诈欺案件称到第一位，少年大部分扮演车手，也是提供引头笑话的角色。这样变成是小朋友像免洗筷一样，这一批小朋友被抓进去，然后去送辅导了。那犯罪团体继续去吸收新的小朋友进来，那反而行政先行没有解决掉现在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国民党伫会议高中显指出，即马少年事件处理法，互早期犯罪无法度溯源，也互青少年车手都亲像免洗地共款用完毒品，受害者愈来愈多。毋过要改善青少年的偏差行为，敢若考试法也阁无够，要立法质疑。专台4间少年矫正学校，代理老师比率偏悬，是不是正是应解决学校的问题？一个是孩子们适应老师的状况，还有就是老师对于学校的理解，还有就是老师所实行的课程，可不可以真的累积，并且发生效应？我们在聘这个代理教师，如果是经过第3次的招考，我们才第3招，我们才会放宽他的一些资格，但是他还是要有符合教师的一些任用条件。警政署是指出，即马少年犯罪问题是，依照目前少数法规定，少年触犯案若毋是5年以上重罪，大部分由少年法庭裁定保护处分、用感化或就是辅导教育。
成年了后，佫有犯罪记录大小机制，都亲像毋捌犯罪过共款，也互少年付出的代价成过低，才开始有犯罪集团的煽动。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总统府本地今仔要举办国安简报，昨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佮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拢表示讲因无要参加，所以就办无成咯。那边两党哦，伊嘛拢佮强调讲，伊嘛是愿意来进行对话，也毋过望讲总统府就爱提出诚意。前一天，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连续拒绝参加。和总统府原本定要第一遍举办的国安简报，全国破局。这么主要问题是一个拿立白三平团会，一个对会议形式的认知差伤多。如果说府方能够拿出最大的诚意而不是今天破局之后就指东指西，然后把这些的责任都推给在野党，那样子比较容易促成下一次的会面。我还是记得柯主席跟我讲的那句话：我们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我们随时乐于跟赖清德总统真诚坦率交换意见，共商国事，直接沟通。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恶意操作、放话，和朝野无法度和谐。不过那边拢重申，依然愿意进行对话。这么更加传出国民党希望会让做主人，邀请立白共同参详国事。这一次递出的橄榄枝虽然没有被收下，但是我们会持续用耐心、用爱心、用关心，持续的灌溉这一株朝野和解的橄榄树。相信未来还是能够来创造出朝野对话，而且是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对话场域。国安简报是毋是有机会重新启动？伫咧朝野这么对立气氛这么强的情形下，要安怎透开强局，一个有待朝野找到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选会这礼拜五要开会来审定立委罢免案，决定投票的日期。郑道兰的发起人赵小康今仔是宣布讲，2拜六要伫台北来办头一场的反恶霸造势大会。民进党团是批评蓝营是在转移地方党部防起诉的焦点。大罢免为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是毋是成案？中选会将会伫20审定。郑道兰发起人赵小康讲，要团结反恶霸力量。宣布要伫咧中选会审定的过当天2日，伫台北举行第一场造势大会，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席戴锡钦、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拢会参加。不过主场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无伫咧名单内面，引起大家的注意。应该要邀蒋万安啦，所以他出国啊，他不跑到巴黎还是什么？是不是到巴黎？到出国。那蒋万安不在。那你说，因为是台北市嘛，台北市长不在，邀侯友宜来有点怪怪的。而且将来我们会到新北市去办。赵小康强调，罢免就是受训动员，讲国民党反恶霸造势活动，除了南兄的果然，党籍的立委参加，对中国党内网红馆长也确定会参加。另外，民众党也会来，展现南北合的气势，要催投票率。那我收到邀请，我已经允诺这礼拜6我会到荣刑法院去帮他们助讲。那这个不是只有帮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我们是在抗议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所立的大恶霸。现在台北市党部已经有4位被羁押、被严押，那还有其他之前县市党部，包含民政局打开民政资料这些事情，国民党人到现在没有道歉，没有认错。对在野党的动作，民进党团是反批评。国民党无百年大党的风范，用造势大会转移地方党部几多人被起诉的焦点。另外也展开密集资源战略，结合中央加地方的党工职，几多站的归靠宣讲支援公民团体，双方对大罢免的攻势是愈来愈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则公开呼吁伊朗就爱无条件投降，佮强调讲对伊朗有完全的制空权哦。美方即马已经派航空母舰去中东来进行防御性的部署。川普是还未下令讲要对伊朗来发动攻击，也毋过是强调讲美国的耐心有限。即马上新的消息是，以色列又佮对德黑兰发动攻击，嘛经过百姓赶紧撤离。
美国监视对伊朗动武，白宫证实空袭伊朗的双项已经准备好。分析指出，若美国选择直接定以色列来攻击伊朗，根据国会参总部引用官员的报道，今马上有可能的选择是当中调拨客气炸弹来炸伊朗创伫土卡底的核设施福尔多浓缩油厂。以色列目前的轰炸能力无法度击到这个目标。Bunker busters is a more colloquial term that we use to discuss large airdrop munitions that are capable of doing a couple of things. First, it's penetrating hard and deeply buried targets. Think something like a bunker or a facility that's built within a mountain. And these are also timed within the fuses of the weapons so that they don't explode immediately upon impact. 美国总统川普17除了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知影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藏的所在，也毋过未随动手将被伊对伊朗有完全的控制权，也表示美国的耐心有限。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当透过阿拉伯国家协商，表达希望降低军事冲突跟恢复和谈。也毋过前提是美国无直接参与攻击以色列对伊朗的行动。另外，以色列已经伫18拜三透早对德黑兰发动新一轮的袭击。经过备选赶紧撤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是因为伊朗对以色列发射飞弹。伊朗革命卫队当局表示，伫上新一波对以色列攻击中，使用超过音速飞弹。因最高领袖哈米尼伫 X 大文，需要对恐怖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做出强烈回应，绝不留情。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再来看法国罗浮宫的员工昨发起罢工哦，员工是不满讲旅客愈来愈多，也毋过博物馆内底骹手无够，嘛造成员工拢过劳。另外，西班牙巴塞隆纳当地民众嘛上街头抗议哦，伊嘛不满观光客伤济咯，搅了因的生活，嘛造成即马厝哦是愈来愈贵。已经到开馆的时间，法国有名的景点罗浮宫的大门锁关条条，互摆到倒等的游客是规个雾煞煞。罗浮宫的员工伫16开馆进前是无预警发起罢工，理由是官方接待伤济旅客，说长期以来拢无请有够的人力，互员工严重过劳。官方宣布延后开门，而且紧急召开高层会议，目前拢还未对外发布任何声明。罗浮宫是全世界上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敢若去年就迎接870万的旅客。不过人数过济，造成观光品质降落来，员工过劳含建筑物未堪咧底遮侪人这问题，长久以来拢受到批评。虽然法国总统马克宏已经宣布改善计划，但是暗算搁要几啊年才会完成。镜头搁转去西班牙，伫顶礼拜、6礼拜，有几千个巴塞隆纳的民众嘛，行起咧街仔路抗议城市过度观光化。有示威民众伫咧旅馆的门口扭红手线，而且放炮啊含彩色的烟雾，表达生活空间红用甲下尖尖的愤怒。Nosotros necesitamos un turismo responsable, no un macroturismo, sino un turismo que respete la salud, respete el trabajo, respete la dignidad y respete a todas las trabajadoras que trabajamos en este sector, ¿no? turístico. 内面互咱讲上济问题之一，就是伤济主体拢互改造做观光公务，造成当地厝价起甲真悬，房源嘛无够。另外，因为有伤济拢实体观光客咧开的商店含餐厅，嘛互真济传统店家拢无去啊。伫示威内面特别受到注意的一项道具，就是七头米的水枪。这水枪本底是要互因伫游行内面较袂遐热，但因为伊会当制造无杀伤力的小干扰，伫游行内面互广泛使用，就要变作示威的重点。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看好莱坞的名车汤姆克鲁斯哦，是对少年性格老，伊进前因为拍戏连续跳伞16届，摕到金氏世界纪录。有真侪特技的动作，伊拢是本人演出哦。也毋过哦，伊煞毋捌摕过奥斯卡奖。今年的美国影艺学院就宣布讲，要颁予汤姆克鲁斯终身成就奖，来感谢伊伫电影制作佮有特技的贡献。62岁汤姆克鲁斯拍高难度动作的场面，到当游玩家己来，敬业精神甲专业技巧会当甲特技演员的比例，来拍无可能的任务最终清算。这个场面因为2000多公尺高空的直升机拍到火降落伞跳落去，连续拍16摆，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形容伊的演出已经超过演员是真正的动作英雄。
汤姆克鲁斯伫1981年演出第一部商业片，做电影44年以来，拍过至少6部票房拍破1万美金的影片，伊捌4摆入围金像奖，包括《秋季4号诞生》、甲《飞过情海》最佳男演员、少年角落男配角奖。2023年，伊制作主演的《捍卫战士独行侠》，由于最佳影片只是将机会拢甲小金人小闪身。影艺学院17宣布11月会颁发荣誉奖，也就是终身成就奖，予汤姆克鲁斯表扬伊伫电影制作、共演体验甲特技表演的杰出贡献。这将是汤姆克鲁斯第一座的小金人。同齐获奖的，也有兼演员甲歌手的75岁编舞家戴比·艾伦。参加几啊位大导演合作过的制作设计师温恩·塔马斯，伊的作品有史派克里的《为所应为》，甲蓝霍华的《美丽境界》。乡村音乐歌手陶利巴顿因为多年来继续从事教育推广甲灾难援助的慈善活动，赢得曾赫斯霍特领导精神奖的永久小金人。影艺学院的终身成就奖会伫11月举行颁奖典礼。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内政部最近发函予地方政府，针对明年的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要求地方得爱家己负责部分的经费，嘛，互一寡地方政府是真反弹哦。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是表示讲，伫2021年之前，中央甲地方是做伙按照财力来负担租金的补贴，即嘛有新的财委法，所以就应该爱来做检讨。第二三减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了。内政部伫最近国再发函，要求各县市家己调部分的租金补贴的经费。各县市爱家己调10%到40%，其中台北市40%是全台湾上悬，也引起各地方政府反弹。立法院3读通过，而且公告了财政收支划分法。那中央的收入减少，那地方的收入增加。那明年呢，在编制预算或概算的时候呢，可能要重新考量一下不同的这个筹编的比率。刘世芳讲，2021年之前，中央地方一直拢是按照财力来负担租金的补贴。主要是因为中央的财税收入创新高，迄当阵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才会提出由中央全额负担。不过现阶段引用新的财委法，就应该重新考虑负担的比例。就是从这个没有讨论配套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乱修之后所形成的状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哈。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地方政府如果可以帮忙分摊，不能说这个对外说租金补贴这个成效有多好，都说是中央的功劳。那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通转嫁给地方，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便宜行事的做法，然后苛刻地方的做法，这个是错误的。希望这个内政部部长赶快修正。地方对于租金补贴爱家己总部分，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讲无法度理解中央讲是因为财委法3读通过摆脱无算。另外，如果提出财委法实现，前后矛盾，逻辑错乱。行政院统筹各县市一般性补助款引起争议。桃市长张善政17是拜会行政院长杜永泰，针对桃市重大建设争取中央的支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发会提出外国专业人才延揽甲雇用法的修正草案，包括要扩大开放自由工作对象，佮延长所谓约目签签证停留的时间哦，嘛要来放宽申请永久居留的规定，提高劳动甲社会权益的保障，望各会当成愈侪国际人才来台湾。因应小组化批报国内人才缺口，国发会提出外国专业人才延揽甲雇用法修正草案，因为关注草案看起来有春秋，不过有关外籍人士来台湾，安怎打造友善环境甲提供囡仔读册也爱考虑。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些跨部会的协同？有各项活动，包括医院，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双语。那我们希望2030年有70% 的地方，像区公所之类的可以有英文服务。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计划，在把这个友善环境给打开。那个离开的比例是多高？离开的比例目前呢，大概3900多位是6个月没有再进出了。为了小孩子，他小孩子没有办法读书，那他
他得回去，一进来很无助，所以我们就这几个我们都会打包一起把它处理，建立一个好的生态系统。这摆修正有4个重点，刘钦全球青年人数来台湾，为过去的前500个大学毕业生放领到前1000个，无需要2年工作经验。过来针对所谓优步签证停留期间，为原本上长6个月延长到2年，同时放领申请永久居留的规定，来提悬留伫台湾发展的意愿，主要是优化台湾的留在环境。除了这个延揽国际人才，也有立委指出，台湾新青年去年只有13.4万人，今年恐惊会各创历史新高。只聚焦在补助跟这个居住，它是不够的。是不是啊？这个部分是有帮助，但是的确它还有在加强的空间。李伟表示，台湾生育率会一直落，主要甲低薪水、关厝价、高教育成本等方向有关系。恐惊唔是干那靠补贴就能解决，呼吁政府跨部会讨论协商，才能解决少子化问题。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劳动部要推动春秋的用的楼亭哦，目前是各个试办。今仔日立法院有立委就质疑讲进度实在伤慢咯。另外，针对至少一届就爱清1个月，和春秋的用的楼亭，敢要放领到会当一日一日来清假咧？部长洪胜汉是表示讲，伊个会向行政院要来争取配套的资源，办公赶紧哦，来公布新的试办计划。台湾的出生率是一年比一年较低。大家拢伫咧讨论怎卖翁仔某为什么卖死？为着要互育婴假更加弹性好用，劳动部怎卖伫咧推倡弹性育婴流程？劳动部伫去年试办至少5天，也让以一天一天算弹性育婴假，总共有89间企业自愿参加。不过试办的情形无啥理想。劳动部长洪胜汉伫立法院专题报告讲，安怎营造友善职场育儿环境的规划。那也立委积极，亲像是鼓励企业新起托育设施，进度就正慢。新建托儿设施在113年竟然是挂零，你们的补助经费是0。新建其实我们都尽力的在推广哦，那当然这会跟一些企业有没有意愿有关系哈。我们目前也修正了，把这个300万的补助提高到500万哦。另外，立委是建议劳动部应该参考日本甲韩国的做法，甲育婴假扩大成做亲子假。亲像日本就是甲适用的时间延长到小学，韩国是到8岁，更加弹性。是不是应该要去考量到？更多元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育婴假延伸为亲子假？这个来做考量。育婴留停哈，它可以申请的日数在缩短的时候，越缩短的时候，其实男性的申请的比例就大幅的提高。希望把家庭照顾假从事假独立出来，另立一个假别，叫家庭照顾假。我们其实是目前家庭照顾假的部分也是朝希望能够可以让它更弹性的运用的方向在思考。对至少才清1个月弹性育婴流程，是不是会当放领到以一天一天做单位来请假？洪胜汉讲，伫怎么正规划相关的配套措施，希望用行政措施或者是相关处罚来处理，莫修法，也正甲行政院争取配套资源，希望上紧伫今年热天就当公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去年7月，立法院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望讲会当来照顾台湾上百个新住民的家庭。也毋过有调查就显示，讲有将近50成的新住民是认为工资上低咯，工时上长，各文化差异的问题。有8成的新住民嘛毋捌参加过职业训练，所以有民间团体就呼吁应该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来协助新住民找头路，安排职业训练。朋友问说，那个黄榜是什么？是绿豆人。小街故乡的肉粽，伊是来自柬埔寨的新住民来台湾13冬，目前真拍拼咧做工课，兼3份的工课。除了伫学校做武技老师、法院做翻译以外，佮家己咧摆摊卖物件。毋过，若是想起拄来台湾的日子，也是互伊感觉真艰苦。应征别的工作，人家就当场就拒绝不录用，因为你讲话
不是很听得懂或者听不太懂台湾人，甚至有些时候会用台语，你根本听不懂的话，人家不太愿意。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目前台湾有7成9的新住民女性做的是专职工课，其中各以制作业、服务业、摒扫工课占上济。当中有5成的新住民有拄到工资收假、工时收长和同事歹沟通的问题。排名第一的呢，当然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就业的媒合平台，然后同时呢，在他们职训的过程当中，可以给予一些免费的津贴或者是托育上面的补助。比较辛苦的工作就丢给我们外配，那他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而且他的薪资真的还特别少。民团也建议政府爱赶紧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来协助新住民找头路、安排职业训练。因为调查显示，有8成的新住民拢无参加过职业训练。因认为，若是政府和企业愿意认真看重新住民有技能的优势，对想要新南向政策的企业也真有帮助。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中华溪湖的果菜市场，有菜仔甲人偷摕2箱的苦瓜哦，就随伫现场咧卖。这个贩仔嘛去报案，警方嘛抓到伊现行犯甲这个菜仔抓起来咯。涂骹2箱토마토甲1箱苦瓜，准备要卖，想袂到这2箱竟然是菜仔货。中华溪湖果菜市场这个月17有菜贩仔着贼偷。伫现场的民众表示，这位菜仔物件偷摕了，搁伫市场内要卖，因为是青混面，市场内的菜贩仔嘛随报警处理。来家港就那个手推车，去偷东西。偷东西了，搁摕着啊卖。摊主吼早就看到讲，这人都唔捌看。无落雨也是拢40、45。系啊，即嘛。啊，即嘛，迄个拢人若较早来，若新头啊才70。哦，上贵的时阵啊。60度70。菜贩仔表示，因为前一阵仔落雨，目前苦瓜挂价上好价有到70块，互人偷摕1箱苦瓜加2箱토마토，市价大约2000块。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经过菜贩仔指认，确认嫌犯身份，依照现行犯逮捕。窃嫌坦承，他窃取番茄2箱、苦瓜1箱啊。经代管所侦讯后啊，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姓吴的嫌犯过去有窃盗侵占的前科，嫌犯这边偷摕物件，讲成为要将伊摇毁。警方经过侦讯，专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尤淑晶中华报道。林焕英通过屏东核三厂丁胖的公投案，准备8月23日公投哦。也毋过，屏东县议员是真不满哦，伊认为讲权益问题无应该表决，嘛阁批评县政府无要无紧。县长周春美是表示讲，伊的立场就是反对演绎，嘛强调讲当地未来25档的回馈金未有变动。恒春核三厂2号机已经正式停止40年的运转。停放再过3天，立法院就通过重启核三公投案，准备伫8月23要公投。屏东县议员洪明刚17即阵时就表示，权益问题无应该表决，也质疑县府拢无动作。哪有人安尼？啊，屏东人，咱全国人来表决嘛，合肥要怎么办？无规来坑了洪明江因兜啦，赞成个举手，打埋牙手，啊，来坑阮兜伊啦，哪有人安种得理的啊？对吧？权力问题不得表决，不要滥用民主了。我也反对说一个地方性的问题，那是全国来决定。县长周春美嘛，针对外界关心的回馈金问题，回应讲，就算核三厂停放，未来25年，恒春这4个乡镇的回馈金拢未变动，县政府也会全力支持地方建设。不过在地里长表示，8月公投是一定要面对的。不管公投最后的结果如何，就算核三厂要继续运作，希望政府爱做详细的计划甲安全的评估。立法已经通过了，是在必行至8月23号公投。人员的无够的时阵，你需要着核能的训练，先进国家嘛较侪人咧用啊。但是你这个透明化、安全化，甲你的配套信息资料有够。坦白讲啦吼，每一人看拢无共。周春美表示，县政府反对延续运转的态度真坚定。核三厂原底就是规划40年爱停，县政府拢遵照程序来行。中选会既然通过公投的法案，因嘛会尊重公投的结果。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
来看台东市森林公园的白灵溪湖，最近有一对残缺啊，伫遮生态是真罕见哦。因为台东野鸟学会伫湖内底起步岛，甲人甲鸟啊隔开，声音来遮作秀哦，才有法度会当来观察到因的活动。这只残缺的掠食物登去树边，细只鸟马上跳落来等着吃。鸟爸爸了后，夜早是无转来，佫出现2只细只鸟来抢食物。伫台东真少好鸟友看到残缺的家族互动的生态，这摆互人发现，鸟友拢真欢喜。那他以前是有在鹭鸶湖旁边活动，可是都没有人看过它的更深入的一些生态。台东县野鸟协会表示，残缺的是小型的绿壳鸟类，形状分别无解出现伫人济所在。不过，即摆互人发现地点是伫台东市森林公园白灵溪湖中的人造步道。这个步道是3年前县府委托鸟会用无碍的竹牌啊甲水生植物做的，甲人群出现的宽厚步道保持距离，加做一个庇护场所，才引起来作秀。我们做了这个辅导之后，让鸟类可以在比较不受干扰的状况之下，在辅导上面做栖息。县府表示，3年前步道是由3只竹排做的，因为风台损毁剩1只，面积差不多1平。不过因为步道正做水鸟庇护区，亦搁甲保育团体研究是毋是会用搁起，提供搁较侪水鸟生态。公视新闻台东报道。为了解决台塑落去上下班塞车，工业局一直协调台塑来宽阔道路，搁起一座桥哦。经过3冬，最近完工通车路，至少会当省15分钟的车程。也毋过要接这座桥的路有将近1公里，拢无设青红灯。云林县政府就表示讲，因会来研究来证实。台塑落去每天处理车辆大约4000台，每到上下班的时间，真侪车辆会经工业路通往这门口。嘛，定造成交通塞条的。为了改善塞车的情形，分散车流，工业局协调台塑进行运力线的扩宽工程，以及跨越隔离水道桥梁新建。这个月16号完工通车，5公里，差了5公里。这样算起来，你上班的时间差了多少？差20分钟吧。看我们北岸个限速行太慢了，限速是40而已。文管府交通局表示，为了疏解落去上下班车侪塞条的问题。由工业局协调台塑企业来兴建跨隔离水槽的桥梁工程，经过3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正式通车。但嘛民众认为，运力线这桥梁1公里外路段拢无设青红灯，恐惊有交通安全疑虑。唔好要行较近的行，保下边才行入去人庄内，莫安尼乌白走啊。人咧走早的囡仔。后囡仔咧行后要载囡仔读册，改善周遭的一个路网交通，那对市区交通也减少行车的一个时间。另外，有关当地民众反映增加耗资的部分我们已经交由本县交通队来派工处理，近期内就可以完成。交通局表示，跨隔离水道桥梁已规定，在今年6月完成公告定数为道路使用，希望会当改善分流通往落轻的车辆。而落轻就讲，会搁宣导要入场的车辆。避免开离邻近的社区，影响到当地人车安全。公视新闻王勇为你报道。花莲新社乡有一大9千坪的农地哦，最近有民众投诉讲哦，毋若无农地农用，搁去仓库去投诉嘛无消无息。几个议员办会刊哦，嘛发现讲，这个工程是交通部铁道局的包厢标着的，还未申请哦，就先动工咯。这是花莲新城乡嘉东段的私有农地，面积有1788坪，地面已经起过路档、广告建筑物。附近农民拢伫咧问讲，农地毋是干来让农用吗？为什么才会当起？敢讲公共工程就会使违法？农业处、地政处、环保局跟建设处，他们都说没有收到任何的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先上车后补票，不能因为特定的人士而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应该要比照所有的农民一样，你必须要先恢原状，再来申请。议员所讲的特定人士，就是负责承担交通部铁道局的包厢。大家正好奇，这间厂商为什么当伫咧乡内无照规定申请就开工？时间已经1年多，立场代表也讲是唔对。那想请问一下，就文还没下来，怎么动工那么大的面积？这边是在我们程序上面本来对程序不熟悉啦。对，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在那个申请阶段是，那当然我们也以为文会很快下来。
关护讲，经过调查，这个农地是非都市土地内面的特定农业区，依法即间会当农用。这件案件无申请就施工已经违规，议员是怀疑这种的背后是不是有人互因靠，要求检调调查。时间会长达1年多，我们才发现到嘛。没有，他不申请，然后我们不知道啊。哎，他没有申请，我们不知道。哎，所以刚刚所知道，他们是有跟这个环保局他们申请这个用途的部分，它是合法没有错，可是它用地是不合法的。这件工程是高雄部铁道局的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相关工程的据点。承包商代表强调，这款设施只敢提供临时抗电缆、机具加办公用途，等到工程完工就会拆掉，公因会依法补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罕见疾病，咱规发育不专精，有的病人想要去诊所，拢真困难，得爱有人斗3工。健保署宣布讲，今年5月初1开始全球唯一一种会当治疗这种病新药啊，健保要给付咯。一个今年13岁的妹妹通受惠，一档是当先800万。它可以鼓励更多人，因为打药的期间会非常的辛苦。希望我们的例子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在合适的时间赶快来用药。健保的目的就是这样，就一个人扛不住，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扛的话就容易了。健保这个1年多花大概需要5、6亿的预算，那但是可以让几十个家庭那么减轻他们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孩子充满了希望。这个妹妹爸爸表示讲，一当前因决定自费来使用这款新药啊，囡仔进步了真多，会当家己洗手、穿衫，生活嘛豆豆通自理咯。健保署是预估未来一档应该有72个病人有下资格，药费是会由罕病专款20亿来支出。再来看金门的海沙部最近发现一只死猪仔，伫检验了后，昨确定讲有喂着非洲猪仔。农业部嘛紧急公告讲，暂停金门的猪仔甲猪肉相关的产品送来台湾甲其他外岛，要停运1礼拜。防疫送人员全副武装伫金门沙埔顶悬，对一只海漂死亡的猪仔采样，搁伫个原地小小的抬起来，彻底消毒周围的环境。这次检验结果出来，非洲猪仔病毒核酸出现阳性，而且基因素的比对了后，发现甲中国流行的非洲猪仔病毒株100%同款，推测死猪仔可能是受洋流甲季风影响为中国来。不过相关单位唔敢大意，死猪仔地点就回半径10公里内25间饲猪场全面封死，好在再无发现问题。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真无简单，正式将咱列为非洲猪仔非一个为确保产业的安全。农业部公告，6月17开始到6月23，暂停金门猪仔甲相关的产品送到台湾甲其他离岛，因为任何一点疏失，拢可能互过去真侪年防疫成果去了。这是为守住台湾猪的安全，也守住相关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民众伫生活中加使用客语，客家委员会发行所谓客家币，限定讲要受到表扬的客家家庭，佮通过客语认证，佮有18岁到49岁的民众会当来领，8月就通使用咯。为着要鼓励客语的传承，客家委员会除了在自治县市推动客语通行语，嘛鼓励民众加做客语家庭考客语检定。为着要进一步促进民众伫咧生活中接触客语，行入客家庄消费，客委会头届甲所谓发展部中央银行合作，要来发行28万份1000块的所谓客家币。体育上也爱泥演，而跳工嘛爱讽刺，迄一个伞呢，是一个活的、生的，迄做得用的，所以。英国218都私从底部要进到市场里头进到市场如何进到市场？俺们就讲，跟他就一个
客家币，一个。客委会表示，有3种身份通领到客家币。第一种是受表扬的客家家庭成员；第二种是114年有通过客家认证的；第3种是18岁至49岁的民众，通透过登录用抽考的方式来摕到。客委会表示，客家币有和11个县市合作，会当伫咧客家庄内底有大眼讲客的店家消费。有店家表示，家己真期待客家币的发行，希望透过自然的互动来增加讲客语的习惯。很多的家长因为有点断层的关系，就是比较不会教小朋友讲到自己的母语客家话这样子。尽可能的，我们都会推动一些地方的活动，来带我们的客家庄的小朋友，甚至于外县市小朋友来认识我们客家庄的文化，怎么讲客家话。客委会表示，民众领到客家币了后，只要提出客家币 QR code 给店家扫就会使哩。使用期间对8月初1开始到明年6月30。客委会希望扩大客语的使用族群，让民众在消费过程当中通开嘴讲客语，创造语言传承和促进客家庄经济的双赢局面。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台湾各地拢是好天，也毋过真热热。气象署嘛针对北中南8县市发布高温警示，所以得加啉一寡水哦，以防着沙。另外，过道各地嘛拢可能会落西北雨，尤其是西部甲山区会落较大阵哦。全台湾16个县市嘛拢有发布大雨特报，所以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咱来看各县市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